那个骑机车载你回来的人是谁？我用走了，又没有人载我。我早就说过，什么样的家庭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小孩。广广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应该交什么朋友？我跟你讲过多少次，物以类聚。像这种单亲家庭教出来的，就容易变成不三不四的问题少年。你们又不认识他，你凭什么这样说他？单亲家庭又怎么样？敢跟爸妈顶嘴啊！像这样家里卖面又没有爸爸教的小孩，以后能有什么成就？上酱油比较好，是不是啊？你以为是谁能让你有这样的日子，过这样的生活啊？爸爸花了很多心思在你身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？我又没有感受到。你们只在意自己，只在乎自己的面子。你们那时候，我们一直都很在意你啊。有吗？都没有听你说过你爱我。我们当然爱你啊，宝贝。我跟爸爸都很爱你，怎么会讲这种话呢？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啊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会听我说这些话的人呢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哭了。是。来，趁热吃，趁热吃。徐妈，要是我讲了些话让徐局长不高兴，怎么办？那就看你是真的想讲那些话，还是气话啊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我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，一定是我花太多时间在读书了。可是我听徐喜章说，你在学校好多同学都很喜欢你，然后说你功课很好啊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活跃，不是吗？是我爸要我做的，又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不然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事情你会快乐？不太清楚哎。我其实没有认真想过，但我真的很羡慕徐局长。其实每一个爸妈都是疼小孩的，他们会用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对小孩，只是也许那些方法小孩子不喜欢啦。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，叶广，你想要什么？然后再去跟爸爸妈妈好好沟通，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你要什么？当你想清楚了，再跟你爸妈好好沟通，他们才会知道啊。
跟徐启章也是啊，好好沟通。嗯，好啦，赶快吃面，吃饱才有力气。谢谢徐妈妈。爸妈，我是真的很在乎你，可我只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啊。我也想要在放学之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打球，一起去鬼混，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吃个晚餐。我很想要有人可以听我说话，可以抱抱我。可以在我做得很好的时候称赞我。儿子刚刚传了这段影片给我。我很想要有人可以听我说话，可以抱抱我。叶广，你要参选啊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就是我的梦想是去读国外的音乐学院。很好啊，听起来不错。但是我怕我出国会造成家里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前几天听老师说，如果我当选学生会长的话，学校就会给我一笔奖学金，我就可以出国留学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要啊，当然要试试看，这么好的机会。你不会介意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介意？反正参选学生会长，本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爸要我参选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赶快填一填，不要犹豫了。一加油！好。要先从这里开始。为什么？反正那从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啊。而且，反而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整个觉得很高兴。叶广，你终于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了。我特选你不高兴？没有啦，感觉怪怪的，觉得比较可惜吧。毕竟你做的都比我好啊。你一直都很棒，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一直默默支持，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你啊！我一定会让你当选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第一人选。但你要知道，不管你选谁，我都选你。
只是缩小，就只是大脑，我莫名其妙乱了心跳，对我出没有拥抱，我也是。就已经预料分开会有多难熬。偶尔的念头，不如就忍受，让心动成为一个人的享受。满身的念头，在争先恐后，汹涌的时候，忘了如何开口。最想说的话，交给余光的电流，选择你早就想要有以后。喂，你有空吗？我在店里，怎么了？我想要把裤子拿去还你，顺便找你喝个汤。男左外身左右，你的钱会讲给舅舅啊？喂，喂，你怎么面啊？你还好吗？叶广，抱歉，我现在真的没有空。不要闹了嘛！我的面啊，我煮面啊！那你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妈是我姐姐。局长，叶广，你小张的朋友，你谁？来，你谁？给钱啊！给钱啊！再不走，报警啊！你会怎样？是要你吗？进来吧。你来这里，我帮你看你有没有哪里受伤。哦，小心哦。这里吗？对，坐吧。这里很痛是吗？应该是我帮一点点，我自己来。哎，会不会感染啊？我带你去医院。还好啦，小伤而已，擦个药应该就没事了。你放我这吧。没事没事，小心。会痛吗？还好。抱歉，我轻点。千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啦。没想到你吧？你舅舅平常就这样吗？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最近过得比较苦，常常喝酒醉就跑到店里来闹，跟我妈要钱。没想到你那么辛苦。好了，小心。谢谢。我帮你看你还有没有哪里其他地方受伤。这里还会痛吗？你这边怎么红红的？我看一下。
应该是今天刚被烫到。什么都不说，不会痛吗？没事了，被烫习惯了。哪有人被烫习惯的啦？常常在面他们帮忙了。哦，就只是说笑，整片都是红的。不行不行，莫名其妙我自己解决。乱了心跳，还没有拥抱，就已经预料分开会有多难熬。我自己拆了。是啊。你的呼吸，还好。我多我帮你擦。只有余光，感觉看你。偶尔的念头，不如就忍受，让心不要乱动，越动越痛。一个人的享受。偶尔的念头，是想让你有不选择我的自由。最想说的话，交给余光的电流。好了，选择你。我看你衣服有点脏，我去帮我们拿衣服换。给我拿。还没擦完，没事没事。你去哪里？我去帮我拿衣服。序章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听吗？我觉得还蛮有层次的啊，还不错。这只是 demo 哦。做完记得给我听哎。好啊。这耳机哪里买的？我觉得音质很不错哎。我存很久才买到改天带我去买。你还想不想听别首歌？好啊好啊。还有什么？我来找一下。夜广。夜广。